县内的一家零售电力企业冲绳燃气新电力将部分销售额捐赠给了致力于海洋保護活動的組織。該公司主要提供以可再生能源等為主的電力供應。此次，我們通過利用生物質發電的電力方案，從上一年度簽約的約460戶家庭的銷售額中，捐出了100多萬日元。這筆捐款已捐贈給致力於在宜野灣市海域開展珊瑚保護和環境保護工作的宜野灣海洋協會。受贈團體的代表表示感謝，並表示我們將致力於開展相關活動，以實現碳中和，並持續營造對地球友好的環境。據悉，這筆捐款今後將用於宜野灣市沿岸的珊瑚保護活動及環境教育項目等。